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先增加364例本土病例，到前当下有219例，17人死亡，少年人胃着病比例有10悬。利用航空载着一名确诊旅客飞去厦门，一定有154个乘客。文化大学314个宿舍学生 PCR 全拢是阴性。日本政府要直接送 AZ 疫苗予台湾，上紧6月中会送来。美国总统拜登今仔嘛会公布疫苗的分配。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364例本土病例，到前当下有219例哦，嘛增加17个人死亡。但市长嘛讲哦，少年人胃着病比例有10悬，阁有到前回归案例阁真侪。但市长是讲，这毋是好现象。那么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我们今天总共有585例，包含了那新增的366例，这里面364是本土，2例境外移入，那校正回归个案有219例。那校正回归案子仍然多所以整体来讲看起来似乎有好像一个新的一个高峰了。目前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是属于比较不好的一个迹象。那有几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的那目前就是在苗栗主要是一个公司主要是一个移工这样移工的一个群聚，年轻人染疫的比例事实上也有在增加昨天6月3号我们今天所报出来的资料里面，看到这年轻人的资料升到25.2%，在年轻的这一部分可能也有一点防疫的松懈。再来看湘北地区有30间的长照机构传出烧坏事件，有医师是认为机构是带真侪长期西药剂的病人，所以建议讲应该爱定期来做 PCR 的检验。毛医师是建议讲会当来比较英国，甲长照机构注意方式排除提前。指挥中心嘛使参考韩国，伫社区大量来设体检站，互病毒被一直传出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社区感染本土个案超过8000例。最近湘北地区各传出有30间长照机构相关人员染疫，造成大型群聚事件。有专家表示，长照机构住民大部分有洗药剂的需求，每隔几天都要往返院所甲机构。建议长期洗药剂患者应该定期做 PCR 核酸检测，这样防止长照机构加做疫情的空棚。长照机构那个爆发感染的时候，的确因为有很多年纪比较大、有潜在疾病的话，风险比较高，所以我们应该会考虑把他的疫苗接种的顺序把它提前。另外，由医师烦恼，全国防疫境界提升到第3级了后，到即马确诊病例数并无明显转好，怀疑病毒可能已经在社区定根。目前社区上需要是增加体检量能，比如采取韩国的做法，公设体检站，将社区轻症无症状感染者找出来，进行中期传播链。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做的越多，把越多的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抓出来，把它隔离，你才能有效控制这个，不是只是封城就好了。专家强调，就算封城，也不一定会用将病毒清零。现阶段防疫措施要搁强化，比如传统市场、大卖场这所在，一定要做好人流管控，避免群聚。民众要有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等大规模做疫苗了后，才有机会达到群体免疫。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联合病院5个院区目前拢有确诊的患者，即马传出中校院区有急诊的医师嘛胃着病，目前相关接触者的快筛拢是阴性。国泰病院嘛有一位急诊的医师PCR 是阳性，目前嘛一定的治疗。初步是认为这医师是伫5月29帮病人插管去胃着。淡水的马街病院是有4个病人胃着病，嘛造成同一层楼的病房有13个人嘛胃着。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一直加悬，这嘛互第一线医护人员伫治疗患者的时阵，嘛冒着会去胃着的风险。最近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中校院区传出有急诊的医师 PCR 检测确诊，不过院方甲中关所暗藏这件代志，一直拢无公布相关的信息，互袂少基层的人员是真烦恼。院内一直针对高风险的单位的同仁进行 PCR 定期持续的一个筛检。那日前发现有一位同仁
PCR 阳性确诊，当日即完成，依据他的接触密集度，完成第1圈及第2圈的圈列以及采检。目前所有同仁都是呈现阴性。联合病院表示，中校园区有针对高危险工作场所的人员做定期的体检，经过疫调，初步认为是院外的感染，感染源还搁伫疫调当中。目前已经考虑密集的接触者，而且做采检，结果拢是阴性，而且有要求爱自主管理。也那国泰病院嘛证实，有一个急诊的医师经过 PCR 采检是阳性确诊，疫调推测是5月29甲病人急救插管的时阵去感染到。面对医护人员小连续传出确诊，或者是考虑隔离，这嘛互病院骹手调度的问题，成做真大考验。风险越来越高，那感染机会就相对性会上升。尽管你很多的保护措施都做到了，不经意的一些行为模式，都还是有会感染的风险啊。另外，淡水马街病院顶一日传出有4个患者确诊了后，院方搁一概证实，院内有13个人采检的结果是阴性，是6个患者、4个陪病的人，还有3个护理师。其中6个患者已经转入去防疫的隔离病房，4个无症状陪病的人，还有3个护理师，拢安排去集中检疫所。也若出现确诊者的流站，伫第一时间已经有消毒好势，相关的接触者采检拢是阴性。院方强调讲，病院内底严格实施分层分流，所以其他的病房并无受到牵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位伫台北市艋舺家乐福桂林店传出有7个员工胃着病已经先停业1礼拜消毒，全体员工嘛拢有做快筛。卖场强调讲，台北市的卫生局已经同意，所以卖场今仔开始恢复营业。还未到营业的时间，民众要去卖场买物件，煞袂得入去。台北市艋舺家乐福桂林店伫疫情高风险的地区，最近标出7个员工确诊，为5月28宣布自主停业1礼拜了后，6月初3恢复营业。业者强调讲，全体190个员工伫关店的期间拢有完成体检，而且店内甲店外的环境几啊届做大消毒，就是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还是会来啊。上礼拜来突然看到说没有开，大概就知道应该有人确诊了。但是相信说消毒完之后，我们是赶来的。包含了员工，我们这边再去做检疫，这些时间其实如果你要去算时间点的话，基本上并不会影响到之前消费者所担心的或者接触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先停业一段时间。相关人员将对抗菜色、果子、杂色、日常用品，还有电扶推等等的符合，卖场的每一个所在拢加强消毒。家乐福强调讲，桂林店是即马上安全的卖场。针对民众建议会当公布确诊者的上班时间甲区域，家乐福回应讲，所有开店甲关店的措施，拢有照政府的指示完成消毒甲检测，才会当重新营业。台北市卫生局指出，卖场卖民生用品，若是出现疫情，除非业者的态度真消极，才会用传染病防治法下令爱停业。他们还是需要民生物资，所以那个场所我们应该不会随便的说要叫他停业。新北市伫邦桥、中和、三重埔、新庄、新店、永和，还有土城等等高风险的区域内底，找出28个里，成做重点区域。市长侯友宜初3早起去视察，鼓励里民赶紧做快筛。前往就近的快筛站来快筛，尤其非必要的卖个出门啊，不必要的行业卖个营业。侯友宜嘛视察初3启用的新北邦桥大型快筛站，为着避免排队群聚，采用网络注文，分时段分批，一天提供600个人来做体检。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陈其迈昨下晡宣布讲，超市大卖场要开始做人数的管制，以一平一个人客来计算哦。6月初5就要开始开闸，其实有真侪卖场早就开始管制人数咯，也毋过有消费者是认为2平限一个人毫无保障。知名的连锁卖场一透早门口就有人客排队，等工作人员放行。高雄防止群聚的规划都提悬。高市府2号宣布，除了传统市场，超市甲大卖场嘛爱照平数管制人数，一平限制一个人入去。本周6我们会开始来做稽查，我们希望说我们所有的超市卖场这个人流也必须做好管制，那以营业面积1坪1人为上限。高雄的卖场人流管制对5号开始稽查，但真侪卖场已经提早开始实施。像后市都会看出去的人数，决定要放偌济人客入来。小800会是3级警戒了后，就安排店员伫门口执行实联制并管制人数。开始有人流管控我们的进出口，然后我们在外面也开始有实名制，有登记，然后进来的话，他就是会量体温，
然后酒精喷一下，再让它进入卖场。不会啊，防疫比较重要嘛。搞不好1瓶1个的还不够，应该差不多要2瓶1个的。若人客群聚造成防疫的破口，唔拿造成传染的风险，嘛影响到店家的生意。所以大部分的卖场甲民众拢真愿意配合，希望透过共同防疫，让疫情赶紧得到控制，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咱帮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胃着病民众的情形，今仔是新增加366例哦，其中境外病例有2例，本土病例有364例，到前段有219例，死亡有17例哦。增加的本土病例是以新北市有265例，台北市有224例，桃园有30例，家人是。彰化是15例，家人是4例，苗栗有34例哦，台中有5例，台南有2例，宜兰哦，各有高雄、花莲、新竹市哦，目前拢是1例哦。目前全台湾哦，计共嘛已经有9974例咯，本土病例嘛已经有8778例哦。指挥官陈时中嘛讲哦，即马少年人胃着病的情形有增加哦，所以请大家唔通出外拍走哦，来减少胃着病的风险。咱再来看台北市的树林地方法院哦，又搁一个法警嘛去挖着病，这个法警之前有附送一个通缉犯开庭，这个被告嘛互考起检验，各5个法警哦嘛必须爱伫厝自主健康管理14天。4个消毒每一个所在拢爱消毒掉，因为司法单位连续传出人员确诊。高检署进行一个查甫司机官确诊了后，新检换进的高检署司机官长吴一平也被新北市卫生局扣列，目甲检疫的人接触，目前居家隔离初5才能恢复上班。其实我自己不清楚对，因为疫情指挥中心他也不可能告诉我这件事情，当然会有不方便啦，因为有些事情还是需要跟同事或一些同仁做讨论啦。不止高检署状况，树林地院也有一个法警，5月底感觉身体无舒适，6月初伊到病院体检，初二甲同事介乎家己到暧昧通缉犯开庭，为阿嬷都被通知确诊。法官是处分是限制住居，就大庭释放。那释放之后，我们得知这个法警同仁有确诊，我们在昨天晚上也有透过管道、透过电话这边告诉这位被告，请被告这边特别注意。署因表示，目前已经扣列真侪甲伊接触的法警，搁针对被禽食等相关活动所在做消毒。目前了解确诊的法警无去过网架，会继续做疫调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文化大学宿舍大轮馆，有4个学生胃着病哦。昨昏其他314名各伫宿舍的学生是采检2遍，头一遍快筛有14个学生是阳性的反应，后来第2届的 PCR 检验迄个在全部学生拢是阴性的反应。为着拼1天内完成文化大学大轮馆大宿舍的学生2届的采检，学校本部的台北市机动快筛队和北配寮的快筛站同步进行。伫学校本部，一位学生因为发烧，该送到联合病院的阳明院区。同学是直接做防疫计程车安排，然后到阳明来做补筛，后来也是安排，然后送到防疫的旅馆，就是等2筛的结果出来。台北市府统计，314名住宿舍的学生，14个人第1届采检是阳性，阳性率有4.46%。6月初3透早公布第2届采检的结果，第1届验出阳性的14个人，第1届采检 PCR 拢是阴性，314名的学生拢是阴性。确定14位的 PCR 都是阴性，那后来也就请他们能够解渴。听着这个消息，文化大学表示较安心，但是学生登记到宿舍，要做到一人一室较困难。会阁加强公用浴巾的消毒，请学生减少刷动。若家长要甲学生接走，或者是学生要家己转去厝的，也会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嘉园电子的员工目前有13个人胃着病。苗栗县政府是认定讲，这是移工宿舍的群聚感染初三将对7300名员工来做快筛。当地里长是真烦恼讲，公司外面的宿舍有可能会变做是防疫空棚。另外，台中北屯的家庭群聚嘛会扩大目前计共嘛已经有21个人确诊，市政府初三嘛请国军来协助消毒。
游览车一台一台来到京园电子的厂区，员工落车分批采检。伫咧苗栗竹南的京园电子传出群聚感染，目前已经13个员工确诊，其中大多数是外籍移工。里长嘛要求因爱加强管控，烦恼住伫外口的移工拍走，会成做防疫的空棚。家己租厝迄种的啊，我即马足担心，担心阮庄内你知无？庄内拢是我。因这是个外劳啊，有红我目租住，啊，即马还佫无控制，嘛是佫伫路爬走。厂方调回7300个员工体检，不过因为外籍移工的人数较侪，佮再加上因是规定人坐游览车来的，民众是真烦恼疫情的扩大。苗栗县府表示，目前感染源也不明，疫调嘛有困难，希望透过快筛紧找出个案。因也伫台中的大坑里透早着国军的化学兵来咧大消毒。台中北屯的家庭群聚传播链也搁咧扩大，大坑里的林家厝附近也搁有巷仔路，拢是地毯式消毒的重点。大坑里因为都是比较有年纪的老社区，所以居民们喜欢聚在一起。室内的部分是这一次感染的重点。出动36个化学兵甲重装备大消毒。不过北屯的家庭传播链目前已经有4个家庭21个人确诊。台中市府是继续咧做疫调甲可能接触者，希望相关的疫情唔通搁再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丽营航空哦，正式讲5月30日，一台上山飞厦门的飞轮机，有一位姓陈的旅客入境厦门的时阵，伫机场验出阳性的反应哦。结果一查，这个旅客伊登机前的3天的 PCR 的结果哦，就是阳性咯。伊伫咧写健康声明书的时阵是无老实。航空公司嘛讲哦，地勤的员工无真足查，去危害到机组人员甲飞轮机顶头154个乘客安全，因会配合调查，卖来追究责任。本土疫情爆发之际，边境把关应该搁较严格。即马各国旅客登机进前，要检附3天内 PCR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不过，煞伫5月30日，一架为上山飞往厦门 B7511航班，这姓陈的旅客提 PCR 阳性报告，想不到地勤竟然放行登机，加做防疫空棚。指挥中心也证实，已经得到对话通报。我们在昨天其实中午的时候也有接到中国大陆有告知就是有2例的 COVID-19 的确诊病例，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了解这2例当初在台湾的检验的情形。这航班载负154名旅客，厦门机场不止检出姓陈的旅客阳性反应，同班机另外一个乘客也检出阳性反应，2人乘客确诊。所后日前也发声明稿证实，这名旅客坐飞机进前有 PCR 检测报告是阳性，而且无照实写旅客健康声明书。各承认迄一天负责查检地勤人员，因为旅客登机资料伤过济，查检有漏搞去，无详细检查报告。日前不满这名旅客不止危害日前航空员工，也可能互同班机的乘客染疫。日前会配合主管机关调查和纠正，也继续加强机场第一线员工相关工作宣导和教育。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整个流程会变得比较繁琐。道理来说，就是如果他有提供阳性报告，我们当然不太可能放行。那如果我们放行，就代表我们不知道他有提供，他的报告是阳性的。这个客人近距离接触嘛，在服务送餐的时候啦。病菌看不到，这个当然就是会有风险。日前地勤人员表示，一般机场查检 PCR 检测报告只有1摆，都是伫柜台买票时阵。坐飞机进前只会查检机票甲护照，上飞机了后，空服人员也无权查检 PCR 证明，假使违规的时阵无详细查检，都可能互确诊者坐起飞机。另外，有空服人员表示，松山机场启用人面辨识系统，因为疫情升温了后，已经改由旅客自主选择加人面辨识登机系统，无专人伫边查检，也可能加做防疫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诺富特饭店的1馆374间的房间，今仔重新开放，未来要加做机组人员的专职旅馆哦，会来落实防疫的相关规定。这旅馆哦是由航空警察局、警政署和卫生福利部来管理，桃园市政府是来负责环境的检查。顶个月2日，诺富特饭店2馆开放156个房间，经过1礼拜外了后。1馆嘛收到指挥中心、民航局，还有市政府的同意函。伫咧初二启用218个房间，
入去大人员发行逐工拢会列名册，由民航局、警政署、卫福部分别来管理。也若市府是负责场所的检查。那目前检查的结果是，动线比较不能分流的地方，或会产生共用的地方都不能使用，所以它只开放了部分楼层。针对注疫苗的部分，桃园最近有分配到33000吨疫苗，机场甲民航业注8000至9000吨，会算伫第一类医护人员的额内底。市长郑文灿表示，甲中央反映了后，会保护桃园。我是跟中央建议说要分开计算，1、2、3类，大家都一样，但是属于机场的防疫人员那么这个部分，因为数字大概有3万多人，那希望能够另外计算。另外，郑文灿表示，中央希望全国一礼拜会当注100万吨，桃园规划一礼拜是注10万吨。除了病院、卫生所、诊所会当注疫苗，嘛会增加伫社区或者是学校的运动场、工业区内底适合的场地，还有体育馆、野球场等等，嘛会设大型的注疫苗站，互大家注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咯，阳明海运位伫高雄港的70号的码头，伫中昼11点半有一台大型的货船启动着，同时等的装货2台吊车，有一个工人受伤哦，佮继续抢救伫吊车顶头的2个工人，加在这2个工人是无受伤。这台货船先是启动着一台吊车，规台吊车绑起，又搁启动着边的一台吊车哦，有真侪货柜是拢落落来。这意外是造成1个人受伤，初步了解哦，2台吊车的相关设备差不多要6亿哦，也毋过拢总是造成偌济损失，目前是搁统计。咱再来看政府准备要来启动第一波的纾困4点控的计划，行政院早起嘛通过新台币2600亿特别预算，6月15会开始发予囡仔1人1万哦，其他的补助明仔载就会开始受理。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嘛亲身出面来说明。国内还在疫情中，国际的疫情依然险峻，行政院决定对于民众和产业受到的冲击，启动纾困4.0。行政院苏贞昌亲身召开记者会，说明纾困4点控方案。这届扩大补助包括小打商，也有个人义务工作者等等，无固定的头家，也有自营业者。投保薪资24000块以下的人，拢补助3万块；投保薪资24000块以上的人，去年因为受限资格无法度领补助，今年嘛纳入补助的对象，补助1万，同时要有4项资格。自营业者的纾困，也从过去只有投保金额在24000元以下的民众才能领取3万元，特别在今年，另外增加投保金额超过24000元的民众也可以领取1万元。纾困4点控的特别预算案总规模有2600亿，第一波的纾困措施按算测试开始发放，也有受理，包括农渔民每一个人补助1万块，导游、领队队、游览车司机等3万块，绿色的收入户4500块，劳工纾困贷款10万，嘛协助企业救急，补助每一个员工薪资每一个月上济2万块，1万块的囡仔家庭防疫补贴会伫15发放。特别针对250万个国小孩童和国高中五专身心障碍学生的家庭，从下礼拜2 6月15号开始，每位孩童加发1万元的孩童家庭防疫补贴。这届扩大补助对象总计有300多万人受惠，为着避免困住嘛，为着减少地方的负担，苏贞昌指出，只要去年申请过的民众，今年的资格有符合，而且已经有口罩的人，佫会直接拨钱。记者郭赞台北台北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昨伫 COVAX 疫苗高峰会答应讲要捐3000万吨的疫苗予其他国家。日本的媒体是指出讲，日本政府会直接提供 AZ 疫苗予咱台湾，目前是等个协商，上近6月中就会送来台湾哦。另外，美国嘛宣布讲要捐出8000万吨的疫苗，台湾到底会使分到几吨咧？国务卿布林肯讲总统拜登今仔就会公布。
台湾目前真需要疫苗，进前传出日本要提供 A 级疫苗给台湾。日本首相菅义伟初次伫 COVAX 疫苗高峰会点员，除了宣布要追加捐出8亿美金给 COVAX，各承诺捐出3000万剂给其他国家甲地区，其中就包含台湾。Japan intends to provide around 30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s manufactured in Japan, including through the COVAX facility, to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日本媒体每日新闻指出，首相表示疫苗给 COVAX 甲台湾，显示台湾的疫苗是直接提供。以上各地人士透露，台湾希望日本政府6月中过后就提供 A 级疫苗，目前也向这个方向来协调当中。不过数量也无确定，不只是日本，美国也宣布要捐出8000万剂疫苗，到底要如何分配？国务卿布林肯透露，上紧初三总统拜登就会宣布。We will be announcing the process by which we'll distribute those vaccines, what the criteria are, how we will do it. We'll work in coordination with COVAX, and we will distribute vaccines without political requirements of those receiving them. 布林肯强调，捐赠疫苗保证好附加政治条件。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崔瑞福是发布声明表示，虽然所有盟友甲友邦拢应该列入美国优先发送新冠疫苗名单，台湾应该是被特别考虑。表示台湾面临特殊的政治障碍，爱美国斗相共。作为代表萧美琴是伫推特感谢崔瑞福支持台湾得到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产疫苗引起真侪讨论咯。目前咧做2期试验的联雅生技营运长裴文君，今仔是表示讲，开发疫苗的成本佮风险拢真大。若说测验无成功哦，损失嘛是真歹算。也毋过，若说解盲失败哦，因是会继续过来针对新冠病毒的变种病毒来开发疫苗。以前新闻进口疫苗，还有国内疫苗研发受到各界关心。联雅生物科技营运长裴文君参加国民党智库所举行的疫苗座谈会面顶讲本来想要甲国外药厂同款来加紧凌晨1期，还有2期几百人的受试的过程了后，就进入到第3期。不过政府要求之下，是改做大规模的凌晨2期，增加受试的人数来到3850人，直接取得 EUA 紧急使用授权。不过过程嘛改用滚动的审查，加时间来拼看卖，药厂压力是真大。对着外界质疑，敢有政府独立的状况呢？联合表示讲对药厂来讲疫苗开发需要真大的资金，药厂的风险真大，根本是无可能。另外界嘛质疑，为什么政府伫解盲进前就来签约？联合嘛表示，这是一个定紧的概念，也是解盲失败，这个疫苗当然都无法度长期契约，都无法度执行。这药厂爱家己承受到损失，因嘛准备好下一代疫苗研发的备案。备案就是我们有其他的这个疫苗在开发而且我们现在开发，我们刚刚有讲说，我们有这个变种病毒的这个疫苗也在开发嘛，那也会有新一代，我们目前测试效果实际上比第1代还更好。嘛，或者建议除了国产疫苗研发，嘛爱来争取疫苗进口，才会当伫国产疫苗无大量生产进前来改善疫情。空窗期如果把疫情给压下来，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就是疫苗。空窗期就是因为我们的国产疫苗没办法跟得上嘛，所以才会出现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以采购疫苗为主，这个没有问题的。王林嘛建议国内疫苗未来也是当取得 EUA 紧急使用授权嘛，应该继续来做第3期的临床试验，这对着提升国际竞争力，还有未来发展的脚步，拢有真大的帮助。记者张志雄、林志坚台北报道。花莲县政府昨暗宣布讲，已经甲桃园的民生医疗集团签备忘录，要委托因专案来进口65万吨的疫苗，提供给花莲的民众哦。也毋过嘛引起一寡争议。听讲，花莲县政府已经甲民生医疗集团签订 MOU 合约，要买65万剂新冠疫苗，予花莲的民众组，大部分民众拢表示支持。我们真的非常开心，能够顺利取得疫苗的话，那对花莲的乡亲都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不过，也有机关质疑，目前国际疫苗买无法度直接买好，毋是国家的单位，也有3.5亿经费买回倒位来。他们只是跟国对国，花莲县政府如果要用第2预备金，只有6000万而已。那你6000万如何去买疫苗呢？
馆长表示，中央5月18颁定地方甲企业买疫苗相关规定，就是希望民间甲地方斗阵合作，经费不够会想办法。即马只仰望疫苗买了后，中央应加速审核。即便是举债来购买，我相信也会得到民众乡亲的支持。我想，既然卫福部已经开放，让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起来努力，我想这也是中央政府愿意让大家用不同的途径和管道取得合法的疫苗。官府表示，委托民成买的疫苗有交生莫德纳 AG 辉瑞市场经过 WHO 认可的新冠疫苗。花莲县民目前32万人，65万剂确所成功买回来，每一位县民会免费做2摆。作为医疗团队甲临床设备已经准备好啊。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搁继续咧拖哦，最近的疫情嘛是起起落落，也毋过哦，防疫是一件长期的代志。咱今仔要来关心目前咱政府的防疫规定。对无共款障碍的朋友，感受一寡无法度配合的所在，所以咱要连线互身心障碍人民的秘书长洪新平哦，秘书长你好哦，咱旧年哦以前咧团台排喙暗实名制的时阵哦，迄当时有一寡行动无啥方便的朋友是反映讲喙暗实名制的排队哦，对因来讲是有困难哦。咱知影人民是一直拢在关心障碍者的防疫。咱目前是3级警戒哦，出门一定爱挂喙暗，迄店里嘛一定爱实名制哦。敢是嘛是有一寡朋友会拄着困难哦。各位目前咱真侪日间照顾，佮有居家服务拢先暂停咯。对于身障者佮家属来讲哦，影响敢是嘛是真大。是这样哈，因为戴口罩的措施很久哈，以前疫情还不严重的时候啊。就像心智障碍或失智的老人、儿童哈，他没有办法理解戴口罩的意义哈，那个时候配合就蛮有困难哈。另外就是无耳仔的身心障碍者是要安怎看喙康哈，这个代志我们已经解决了，就是我们会自己去研发一些简单的辅具哈，然后让我们尽量还是配合政策能够佩戴口罩。那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哈，大家拢挂喙康。若是听袂到的人哈，伊就无法度看到伊的群，又没有办法去读唇语，那这个在沟通理解上会有很大的困难。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今嘛大家拢袂使出去嘛，是你要去买物件，你都要去扫迄 QR code 实名制的部分。可是呢，像我们若是看袂到的人，伊都唔知影店咧，迄 QR code 是大点都位，这个时候就很需要协助哈，怎么样协助视障者去顺利的扫到 QR code。他还是需要去看医生，还是需要去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时候的操作。然后另外还有很多视讯上的问题啊，像医院慢性病、身心障碍都要定期回诊嘛，可是现在用视讯诊疗，那有一些像听障跟视障的，对于视讯诊疗这个部分都还要去重新的去练习，这个部分是蛮多困难的，但是我们也是在努力协助大家克服。咱知影即马学校已经停课嘛，囡仔拢伫厝内用线顶来学习哦。可是目前身心障碍者的囡仔吼，伫远距离上课这部分，目前你感觉你知影敢有拄着什么困难？这个发生很多状况哈，我想一般的家长抱怨就不讲了哈，特别讲说比较特别是请问看袂到的学生啊，基本上老师上课时会提供一些教材啊，或是书籍啊。如果是 PDF 档或是图片档，那它没有说明的话，那个是盲用电脑是没有办法去做转换的，它当然也就没办法跟得上课哈。或者是有一些图片啊、影片，它在线上去做放映的时候，它的解析度不够，它放大出来就看不懂那个是什么，它对于那个看不见的学生来说都蛮辛苦的。然后另外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以前线上上课。然后大家就是一些听不到的学生还可以互相读唇语哈，还可以看得到。但是现在因为大家整体上课那个画面、荧幕都太小了，其实都没有办法读唇。当然没有手语翻译，他也就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了。还有就是，我想一般家长可能也发现了哈，就是你整天的学生坐在电脑或手机的旁边，其实很容易分心。那对于心智障碍或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家长哈，他们其实在旁边辅导的时候会更困难度会更高。再来就是一些特教班的学生啊、学校啊，其实这个时候都没有准备所谓的线上特教课程，当然就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跟着学习。有一些特教学校就直接就放假了，也没有办法跟着处理了。这个都是目前会遇到的困难。
所以，阮旧里上课对身心障碍者囡仔来讲哦，真正足侪方面拢无方便嘛。那么知影即马吼，真侪庇护工厂拢暂时停业咯哦。最近哦，这机构的捐款的情形，敢是嘛是有受到真大的影响？对，迄障碍者的团体吼，对去年开始吼，那个捐款的部分就下滑的很明显吼。可能因为大家心情都无好啦，所以也比较没有那个时间去关心说这些社福啊或是障碍的人需要的部分。在这里也是呼吁大家多多注意。在我们的工作来说，等于说我们去陪伴很多本来经济状况或是心情就已经很紧绷的障碍者的家庭，一起去走过这段时间。那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关心或支持的话，其实我们在这疫情这段期间受到的冲击也很大。那当然也希望刚刚像局长公布了所谓的产业纾困对象社服业虽然不是完全的服务业，但是它跟医疗一样，在这个期间都有很重要的价值要去服务很多人。那也不可讳言的，像很多日间照顾机构啊、小作所啊、家庭托顾啊，在这个部分都已经服务暂停了。很多居服员也不敢再到人家家里去服务。那这个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家里有障碍者的人，他可能本来白天还有地方可以去，今晚都不要走啊，他要接回来自己照顾的时候呢，如果照顾者的工作又没有办法放假，那家里的照顾要怎么办呢？这个临时托顾的部分也有很大的需求。然后再来就是你刚刚说的，有一些以障碍者为主体的团体啊，或餐厅啊，或是烘焙坊啊这些的，或是清洁工作，这个都没有办法用线上工作去替代哦。所以等于他们的经济来源也急剧的下滑，没有生意就没有收入，这个也是会造成很多正在工作的障碍者的经济困难。所以目前看起来哦，防疫阁需要真长期的拍拼哦。秘书长，你讲有啥物呼吁？讲咱政府会使来针对身心障碍朋友的防疫，有啥物会使改善的所在？我要说，现在是对大家来说都是很困难的状况。那对于本来就可能状况就不好的障碍者来说，就更加的困难了像外籍人工，现在外籍看护者几乎入境的数目是非常的急剧减少你要申请的话，等待的时间也要很久所以你要付的成本可能会更高没就是单独流浪你就是单独流浪来叫狗力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像我刚刚说，很多障碍者一起家己一个人在生活有这种工课现在如果工作受到影响了，生活受到影响了工作又没有办法是改居家的话，那这个部分需要政府持续的关注或辅助，让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期间。像现在以前大家常看到的清洁啊、彩券贩售啊，其实几乎都等于是中断了我们对于这样的障碍者受影响也觉得非常的烦恼但是也只能说期待这段期间大家可以不要放下对身心障碍团体、身心障碍者的支持可以一样有一些在心力范围之内有一些关心。那如果在比如说像在生活上遇到戴口罩或是像之前领口罩的问题，可以适时的协助一下障碍者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会觉得非常感激的让我们一起能够度过。感谢秘书长让咱知影讲目前身心障碍者伫咧防疫时阵是面对什么种的困难咱希望大家来斗相共。之前爱望协会嘛是有讲目前是连坐，因为店家的 QR code 拢搭伫门口对目睭看无的朋友实在是望无。所以虽然目前咱人甲人上好是保持距离，也毋过因协会嘛是呼吁民众会使来斗相共，但除了防疫嘛毋通袂记得加一点爱心咱再来看行政院今仔要来公布详细纾困4点控的方案早起有劳工团体就指出讲，这波疫情受到影响的行业甲劳工是比去年较侪，也毋过劳动部针对停业的劳工佮部分工时的劳工的权益，拢无任何补助，所以伊嘛呼吁政府应该取消劳工甲事业单位，也是甲职业工会爱拔掉的纾困，直接甲补助发予劳工上实在。本土疫情来了真紧，阁真急，上邦市区上严重。台北市西门町人愈来愈少，也阁真侪店铁门有来无营业。像这种情形也出现伫附带商圈，而且造成真侪服务业、零售业的劳工，实际上已经伫咧放无薪假。餐饮的店家都随便的外带，那这些时薪的劳工也很可能在实质上在放无薪假，雇主没有向劳动部通报减班休息。劳工就会领不到。工会讲，类私营服务业是疫情的重灾区，
尤其是餐饮、零售加休闲娱乐业，有真侪部分公司的劳工，对这么纾困方案来讲，完全无保障，也个被政府公告停业的产业，因为唔是业者的责任，所以停业期间工作会当由劳雇双方协商，对劳工来讲困难度也真悬。就像我们高尔夫球的杆地啊，或是幼儿园的哈，其实他们因为政府的政策啊，业者被迫停业，一些弱势的，我们有可能跟雇主来协商吗？很多其实就是直接就放了无薪假。实际受到冲击的劳动者，他根本就没办法领到补助，那我们就当然会很质疑说，这样子的纾困方案根本就是在做半套。对工会团体诉求，劳动部伫咧自营作业者的生活补贴的部分有放领投保的结构，业务工会希望对停业的劳工的权益，爱让用实际的认定发补助给劳工，同时爱严格做到企业提纾困未裁员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全国所有学校即马停课要停到6月14，教育部今仔嘛宣布讲，幼儿园6月份的学费唔免落哦，未来开始上课才来按照比例收费就好。不过对幼儿园来讲，所有的支出嘛照常爱付哦，恐惊会关门，所以呼吁政府的纾困方案会使来补助，嘛希望讲互老师先注疫苗。全国延长3级警戒停课到6月14，高小以上也可能透过线上教学。不过对2岁到6岁幼儿园囡仔来讲，线上教学是有难度。原本教育部要求学生家长6月要先交全部钱，不过5月28是改随要求家长6月先免交钱，等到复课了后，佮依照上课日数比例来收钱。学费是幼儿园上主要收支来源，6月收无钱，还佮付老师的薪水甲幼儿园的租金，幼儿园业者是真辛苦。5月底就很多家长会反映说，我们直接休学了，我也在家里照顾，反正我就无薪，你也不用线上上课了，我们就休学。所以休学的情况下，你连注册费是要退他的。在纾困的部分，就希望说可以让我们这些业者先喘喘气，可以重塑、重减、从宽。有效替班条是真济，互幼儿园未堪得哩。呼吁政府提出纾困方案，不止降低厝税成本甲纾困欠债，也补助老师的薪水40%到50%，搁针对幼儿园业者提供无息贷款，也呼吁教育部收回疫情期间幼儿园单程收托的办法，互学生全面踮伫厝杜绝群组感染，也互第一线幼儿园老师比较第4类社工先注疫苗。那学生、老师确诊，也可能要停课1年，或者是很多家长孩子跑光光。疫情相关打乱原本的生活步调。根据教育部统计，目前全国有6800多间公私立幼儿园，其中私立占60%。幼儿园业者承认，只1个月无收入，今年度就无可能趁钱。各何况即马也唔知影爱停课偌久，拖愈久，恐惊有更侪幼儿园爱关门。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早起是指出讲，农地违规的工厂取得特定工厂的登记，地再来变更地目，土地卖使买卖。这个草案的预告期就要结束了，因是真烦恼讲哦，今仔真正这个法案通过，未来农地污染会愈歹控制，所以呼吁应该爱掌握这个法案。经济部顶个月公布工厂管理辅导法主法草案，明定2016年5月20进前，农地既有的低污染未登记工厂，假使讲若是有得到变更工厂登记，会当进一步来申请地目变更，来做土地买卖。为台湾有6000间会当来适用。现看到这个草案，就要伫个6月7日进前来结束。环保团体要求讲，这个主法都要渐按来实施。我们现在看到特目办法里面，它并没有依据公服法这28条之10的这相关的但书规定，去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把关标准，像是有关于就是服务水准的评估、土地适宜性的评估，其实我们都是没有看到。2010年到今，已经有7331间摕到临时登记工厂证，其中有1171间互人列管。2010到2020年期间，因为违反环境法规范法545摆，甚至还有偷排放氮金属这些废水的情形。开发的罚金总额有超过5600万。环保团体阁讲，
卡使其他还未互列管的6160间就地合法来讲，安尼一款情形恐惊会刷咧来发生。政府对于污染源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掌控，而环保机关也不太有这个能力去不断的稽查这一些未列管的零星的污染源，所以我们认为这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工厂纳管政策，它会让环保机关不断的疲于奔命，但是对于抑制农地污染这件事情的成效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严正要求要修法，我们严正要求需要配套措施，以及拆迁明文规定，公民诉讼也应该要必须入法。环保团体要求定修工辅法，而且要有迁场的配套甲贷款机制，安尼才会当真正互工厂迁入适当的工业区。记者综合报道。昨伫一场国际疫苗高峰会，有几个国家做伙捐出24亿美金，要予联合国疫苗平台COVAX望讲会使来提供新冠疫苗予中价受力的国家。当较好业的国家一直摕到疫苗，替家己的人民做的时阵，国际上以往有真侪较善良的国家的百姓无法度摆脱病毒。不过，速落来有机会让改变。伫日本甲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共同以实行主办的疫苗高峰会，几60个国家捐钱捐疫苗，自非洲岛国摩里西斯捐2500美金，到较好业的国家的几600万美金甲疫苗，拢将会捐予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这个平台自2月以来已经向127个国家分发7700万档有效车。今年的目标是为较善良的国家提供18亿档有效车。We have secured close to $2.4 billion to date, which brings the total contribution nearly to $9.6 billion for the procurement of vaccines, $775 million for delivery. There were also new commitments of vaccine dose donations to COVAX of more than 54 million doses today. This brings the total doses confirmed for COVAX to more than 132 million doses. 不过，每一个国家摕到疫苗的数量差真多，有关是国际之间正关心的问题。专家讲，各国政府上重要的任务就是赶紧协助改善疫苗分配无平均的情形。COVID has laid bare a lot of underlying issues of trust and distrust. Well,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on the table right now is the issue of equity and the massive divide in access to vaccines now. 英国卫生部伫咧初三将会甲7大工业国家的卫生部长开另外一场疫情峰会，疫苗的分配议题也将做议题的讨论重点。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疫苗行动会计划提出真侪办法，要鼓励美国民众赶紧去注疫苗。只要达成拜登政府7成的大人注疫苗的目标政府就会请全美国满21岁人领免钱的美女。英国嘛宣布讲，已经有3%的大人拢已经注头一档的疫苗了，并且病毒疫苗嘛已经开始研究了。7月初4是美国国庆。因为已经有至少62.8%美国人做过第一档新冠有效车，和美国疫情有较稳定。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一项叫做行动的计划，若是伫咧7月初4达到70%的成年人拢做过目标，就请全国的成年人领美女。Major League Baseball will be offering free tickets to people who get vaccinated at the ballpark. And to top it off, Anheuser-Busch announced that beer is on them on July the 4th. That's right, get a shot and have a beer. Free beer for everyone 21 years or over to celebrate the independence from the virus. 因为美国已经有差不多1亿3千万人做过一档有效车，和疫情注射率总有较慢，自每一天80万降到60万。这项行动的计划就是希望透过各种激励的措施，包括100万的乐透。送球赛门票，再一遍扩大注有效车的范围，尽量达到群体免疫。另外，伫英国已经有超过3950万的成年人做过一档有效车，占总人口超过75%。As of midnight last night, I can confirm that we now have given a first dose of vaccine to 3/4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at we've started commercial negotiations with AstraZeneca to secure a variant vaccine, future supplies of the Oxford AstraZeneca vaccine that have been adapted to tackle the B1351 variant first identified in South Africa. 英国同时有超过2600万人已经做过2档有效车，
目前正在茫茫放任防疫限制，初一也是最近10个月以来第一遍通报死亡病例数是0，也和月底解除防疫限制可能性愈来愈悬。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来看咱过来的消息咯，云林的水拿一个大牌，这种水拢是粉红色的。环保局有来采检，嘛将对附近15间挑拨的业者来调查哦。其中有2间因为头排废水，互开出罚单。来到云林水内尖山大牌，环保人员利用空翕机执法，会当清楚看到大牌内底的水有几百公尺拢是粉红色的。当地民众认为是挑拨业者头排废水，互大牌内底的烂土伤过有肥。地属红色的草丝大量生长，佮加上高温产生红潮现象，大白水才会变粉红色的。尖上大牌这个水体呈现粉红色，还有散发浓浓的这个猪屎的异味了那当天我们同仁就马上出动利用科技执法的方式出动公开机来做沿岸的一个搜证环保局表示，稽查小组用空翕机搜证，嘛采用送验。虽然报告还未出来，不过初步判断应该是水内底上素有欠缺才造成的。嘛针对水头15间挑拨业者来做调查，发现有2间违反规定。那尖山大牌，我们在专案稽查的时候，同时也发现这当中有2家信业者他未按照许可来进行操作了所以违反水务法第18条。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当场依法告发。环保局嘛表示，违反规定的业者并无大纲记录水电表的用电量、甲水量等等的数据，呼吁相关的业者若要排放废水，就要照正常的方式来处理，嘛会来推广挑拨业者产生的排泄物主管化，减少类似的污染事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又有民众违反防疫规定哦。高雄大社派出所的警察是发现讲，管区内底有毋捌看过的人，去临检就发现讲是有交警，阁有一寡人来遮跋筊哦，随个开出罚单。统计对5月27到打，高雄嘛已经查到19件军事跋筊，有90个缴客互罚钱。天数大门开一半，即间伫高雄大社民族路的徛街，最近互辖区的派出所员警锁定，因为最近有真侪人进出，警方前往追查，发现内底10几个人，桌顶还阁有跋筊的物件。堵客四散，我们在路口拦截多名，将11名民众依防疫规定告发。警方表示，现场无市，毋过有真侪跋筊的物件，阁有伫咧厝后面放楼梯甲眠床，当作是会当得益的路线，互警方研判，这是流动的缴场，先依着违反防疫法告发，事后要阁追查，到有剧毒的状况。最好。防疫期间，政府规定室内袂当超过5个人，也是有民众无爱听。这个月1号内门区嘛查到民众立时找朋友来厝的拍麻将，现场超过5个人，阁敢若1个人挂喙罨，嘛互警方开罚。市警察局统计，顶个月27号到这个月3号为止，高雄处理了19件群聚跋筊，开罚了90个人。表示阁有人无注意到这个防疫的禁令，不过警方强调，因一定会严格来追查，民众唔通以身来试法。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台东县目前有21个人胃着病，其中有19个拢伫太麻里甲金峰乡哦。昨昏大武乡大德川的入口出现一张拒绝太麻里甲金峰乡民众的广告，嘛造成一寡误会。目前哦，台东县政府嘛已经取消521个返乡专车，希望外地乡亲先唔通转来台东。台东县政府初日才宣布好消息，太麻里乡甲金峰乡疫情热区的2个村完成604人破胎，只有2例确诊已经送医治疗，简单连得到控制，不过却传出附近的大武乡大德村，烦恼疫情传到村内底，村长写出告示，禁止2个里的里民入去，引起争议。经过乡长考肯，已经贴下告示。不小心患病的人，我们也要基于那种红高爱满，充满了体谅才对。希望这场战役不会拉开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及距离。县府呼吁民众唔通这种心态正向面对疫情，县府也宣布取消以前的51个回乡专车，希望伫外地人用时薪甲台东的家属远赴过节，避免疫情拓开。响应CDC 对于居家隔离还有包含对防疫的整个措施，所以我们
整个端午节的返乡专车，我们也就做了一个取消。台东县政府表示，目前所有大型活动拢取消，不过原本7月初3举行的热气球嘉年华会，因为活动牵涉国际交流甲国内旅游产业，目前先以延期处理，过会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决定是毋是要取消。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小管35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管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管38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管32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管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